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2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这个节目跟胡一进老师还真有关系。首先，咱们看看胡适。今天胡适突然跳水，我下午看的时候正巧了，2点多的时候，我先以为是我的手机出问题了，沪指直线跳水。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再看，果然是在跳水。当然了，说跳水，它这指数好像也没跌多少。但是相比较这么长时间来这个走势，它今天跌的幅度还真比较大，绝对数字并不大。市场全天冲高回落，创业板指数领跌，截至收盘，沪指跌0.94%。你看这个0.94%还真谈不上叫什么跳水暴跌，但是你看那个走势是直线90度，相比较最近的走势就叫跳水。那深成指跌0.85%，创业板指数跌1.18%。这种走势，大家要考虑到银行股导致这个指数已经失真了，市场热点比较杂乱，个股那这是跌多涨少，全市场4200只个股下跌，大概900多家1000家是上涨，成交量大概1.1万亿，比昨天稍微多那么一点。这是当然成交量都是比较少的。沪指跌将近1%，大家应该知道，那肯定是银行、金融这些股票恐怕顶不住了，他们就放弃抵抗啊。今天胡适的走势就像极了一个病人，硬撑了这么多天，突然一个什么最后一根稻草压了一下，他就崩溃了，就这么一个形式。那至于说下一周是不是暴跌，这个不好说。总之，胡适往下走符合实际情况，也就是往上走没有理由。你还讲什么故事？你还有什么利好？给银行续写也续过了。今天日经中文网说80%中国上市银行净息差低于警戒线。那这次央行向下调 LPR， 这些银行把存款利息顺势都下调了，但是贷款的利息并没有什么调整，实际上就是为了保它的净息差呀。那这个可以认为是给银行输血，那这就是利好消息。输完了，利好出尽就是利空。日经中文网说，统计了发布2024年财年财报的58家在中国内地和香港上市的商业银行财报，其中占93%的54家银行净息差与2023年财年相比有所下降。从利息收入减掉利息支出的部分称之为净利息收入，该收入相对于贷款等有息的资产余额达到多少就是净息差，净息差越高收益就越多，银行经营就越稳定。作为中国银行业团体的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将净息差 1.8 视为警戒线，相当于上市银行81%的47家银行的净息差低于 1.8%。 在新冠疫情蔓延之前，2019年低于 1.8% 的银行有6家，占整体的 10%，5年间增至8倍。受新冠疫情和房地产泡沫破灭影响，企业和家庭的借款不再增加，贷款利率下降，净息差恶化到警戒区间的银行急剧增加。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包括非上市的中小银行在内，截至2024年底的平均净息差为 1.52%， 比1年前下降了 0.17%， 持续刷新历史最低纪录。4月份银行新增贷款的平均利率 3.2%， 刷新了最低水平，净息差还有可能进一步下调。所以我刚才说了，你看各大银行把利息降了，贷款利息它没有动，甚至按揭贷款它先上涨10个基点，完了之后宣布降低10个基点，相当于没动。存款你下调，储户没办法，因为储户没得选择。现在可千万不能被别人一忽悠拿去投资，它是利息再低你也得存银行，因为你没得选择。这就是银行的调低这个存款利息的底气。但是贷款你可以不贷，银行再压低贷款利率，我就是不贷，坚决不借钱，不加杠杆。所以银行没办法，它贷款利率它往下降也没人贷，所以对银行来说应该是形势不太妙。而现在银行你看看这个全部在创新高，我一直在提示这种风险，它总得露出它的真面目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胡适往下走它符合实际情况，这个时候还要往上涨，涨到4000点、5000点、14000点，不是说不能涨到这么多点，那是你的基础。你在沙滩上盖100层大楼，沙滩上只能盖个吊脚楼，不就这个道理吗？根基不牢，地动山摇。5月22号星期四，证监会说了，把握好新股发行的节奏和规律，健全投资与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
中国证监会首席风险官、发行监管司司长严伯进表示，实施更加灵活精准的新股发行逆周期调节机制，把握好新股发行节奏和规律，健全投资与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一般说这话的时候，意思就是后面新股发行 IPO 也要择机加速，就这意思啊。我在想，这个恐怕也是被资本市场理解成利空的一个信号。当然了，具体什么原因跳水，这个不得而知，说不定有其他的小作文，有传言。但是在我看来，它的往下走势才是应该的。今天不跳，明天跳，总有一天它要跳。关于资本市场，证券专家刘继鹏他在接受彭博社记者采访的时候，这彭博社记者问他说，因为经济增速放缓，地产也不行，这些就制约了股市嘛，让这个指数走不高。彭博社记者就问刘继鹏，他说你觉得有没有其他根本性的或者一些制度方面的问题导致中国股市持久低迷？这个刘继鹏教授回答这彭博社记者，我觉得他说的还是比较客观的，大家看视频。就是因为经济增速放缓，然后地产也不行，这些因素之外，您觉得有没有其他根本性的或者一些制度方面的问题导致这个中国的这个股市持久的低迷？实际上我们讨论中国的股市呢，是应对当前经济下行、财政艰辛、就业艰难一系列问题的最有效的一个措施。因为我在最近的4年之前，我就提出尊重资本、振兴股市是解决中国经济下行的不二选择。所以你刚才谈到说中国股市还有其他什么根本原因没有？我觉得如果找根本原因，就是在于中国国民的信心要提振起来。因此在政策上一定要保持稳定性。比如说对待资本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一直没有从理论上给其证明的大问题。因为我们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在中国落地，这是关键。就是我们以前谈到资本，那就是它的浑身上下都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认为它就是死劳动、剥削活劳动，剥削的越多它活力越大，都是这样一个观点。所以每到关键时刻总是会出现，比如说资本的无序啊，资本的这个混乱啊，要对它踩红绿灯啊。严格说，既然谈的是资本，它就不是贷款。既然是资本，那就要允许资本的所有者在创新当中选择自己的创新之路去发展。创新失败是他们投资者自己，这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市场经济中，创新是第一要件，创新的失败也是非常正常，所以谈不上说是有序还是无序。其实我们如果说谈到对资本的控制问题，核心问题是要对国有资本一定要加以引导和这个控制性的发展。因为国有资本的所有者、支配者和它的拥有者不是一个主体，所以比如像我们近年来在国有资本上的一些，比如像芯片上面出现的失误，这是需要国家高度重视的。至于说民营企业在这几年的表现，大家也看到了，无论是我们早期一点的像大疆无人机、像华为，还是近年出现的 DeepSeek， 还有像这个悟空、哪吒2，这些都取得了非常可观的突破。哪吒2代表的是数字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这些高科技领域，这个民营资本的作用是很大的。当然，如果再加上5、6、7、8、9，就更说明了我们今天要想战胜3大困难，只有靠进一步的尊重资本、振兴股市。当然，我们还有庞大的国有资本。国有资本是不是资本？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关系，大家都可以想象，它当然是资本。因此在今天资本大量存在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中之后，我们亟待于要给资本能够证明，就是它今天已经不是能够给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的货币，它是给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创造利润的生产要素，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资本就没有劳动，没有资本何来我们的财政收入啊？何来我们的就业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如果说有一个问题更重要、更根本，那就是真正的应该把抓住资本这个纲要抓住，提纲挈领，实现中国的崛起。当然
今天你谈到这个资本市场，这次特朗普的关税导致全世界的紊乱，美国这个关税主要是他把美国搞乱了，中国人大可不必紧张。这可能正是我们的一个机遇。所以当然我提的第二点就是政府一定要把平准基金要贯彻到底，这在突发事件和政府严重下跌的时候要展现这种挽救的能力，所以应该把国新、诚通、像汇金应该让他们多花齐放，财政部必要的时候要发一笔国家稳定基金的长期资金，发一笔债。发给谁就发给央行。我觉得国际发达国家能搞，我们为什么不能搞？当然我们还有多种手段可以证明它跟量化宽松这个政策的差别。这笔债发出去之后，债到了央行手上，央行手里可以有一些债，但是现金就到了财政，财政就可以对他下属的28个或者说包括国资委下边的资本运营公司就可以注资，把这笔钱转化为长期资本，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投进去，稳定市场，稳定民心。当然像这样的国家平准基金基本上都不会赔钱，这都是在这种低点位的情况下入市的。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对这种资金不要有任何顾虑。为什么我说4万亿啊？就你的市值基本上是在80万亿到90万亿，5%不就拿出日本当年银行入市拯救市场的这种魄力来，他们也是5%，那就是4万亿。所以这种情况，中国严格说，我们只要把我们的思路打开了，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中国政府是有实力，也是有能力的。因为我们的国有资本就130多万亿，哪个国家的政府有中国政府有钱？我们这130万亿，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混合所有制，把我们现在的大部分持股占50以上，我们可以搞到30啊。那这20的空间就可以在资本市场里把它调剂出去，我们照样能体现为国家控股。这部分钱，国有资本的收益，包括买卖股票的价差和红利的收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政府的第3财政收入啊。所以我们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不仅有税收，我们还有土地收入。当土地收入哑火之后，我们的股市就应该挺身而出，股市接力楼市，就是要把我们的国有资本的红利和价差收入作为我们的第3财政收入，这是中国政府最独特的优势，我们应该发挥这种优势。当然这个前提是要让股市起来，这不能是在下边的灰色减持，应该是在市场上公开的。包括我们的平准基金，也是今天我们股市在低点国家队入市了，如果我们股市起来了，挣了钱，也应该取之于股民，用之于股市，而不是偷偷的。刘继鹏教授谈到了咱们从根本上对资本的一个看法。咱们以前上学的时候，上高中课本上都写的是资本，每个毛孔都充斥着什么肮脏的东西和血。总之咱们把资本当作批判的对象。当然现在几十年了，因为总体上咱们对资本好像已经有所改观，但是刘继鹏教授也说了，一到关键的时候，他这批判的声音又出来了，感觉随时随地有可能要批判资本，确实有。第二个，刘继鹏也说了，他说了咱们对芯片的投资这个恐怕失误比较多，也就是浪费了大量的钱。我对刘继鹏教授说的这些我都是比较认可的，但是我唯独跟这个刘教授不太一样的地方，恐怕就是这个刘教授他是对股市叫爱之深。那大家可以发现他对资本市场是非常的，当然了，他倾注了几十年的心血，他认为这个市场就应该到4000点，就应该发行什么平准基金去救它，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让国资进来在这退出等等。这不同的地方是什么？不同地方，我认为咱们资本市场就2级市场，它就是个烂泥糊不上墙啊。5000多家上市公司里面，恐怕有这个绝对的数字咱们不知道，我们只能推测啊，20-30%的上市公司在里面弄虚作假，那是肯定是有的。证监会天天查都查不完。这些公司它是怎么上的市？它又怎么为了保壳，它就开始就上市了又造假，上市之后为了保壳它又造假，各种讲故事炒概念，本来就应该早就应该退出资本市场，但是偏偏不让它退，它就在资本市场它就开始叫劣币逐良币。在我们看来，这个资本市场一个有序进出，它达到标准它可以上市，达不到标准立马退市。我们保证最好的上市公司只有比如说3-4千家，就永远留在这个资本市场，不停的有
新的进来，不停的有那些不达标的退出去了。但是我们的这资本市场做不到这一点，这就是根本性的问题。大量的是带病上市，大量的公司是带病在运行。那在这么个情况下，它的底子就这么个底子，你说你给他什么平准基金，你给他拉到4000点，拉到5000点，那不是害人吗？那不是在沙滩上建高楼大厦吗？所以说这些问题你不解决，你说发展资本市场，那都是一句口号啊。与其说发展这个资本市场，你还不如说他是在养一个大号的镰刀。就是这些根本问题你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制度性的问题。就是我一直举例子，你说贾会计，同样是贾会计这个人没毛病，他在国内他就搞了个乐视，在创业板大行其道，后来退市，发现他做假账欺诈上市。乐视曾经是创业板的标杆，大家恐怕还有点印象吧，就这么一家公司。但是你看贾会计到了美国，你搞了个法拉第未来上市，那他怎么老老实实的，怎么不敢做假账呢？就同样都是贾会计，那你说问题出在哪？那美国证监会天天都没事干，对吧？美国的资本市场人炒股人根本就不知道美国证监会那人干什么的。你看咱们的证监会那忙成什么样，还不停的加人，管不过来，这是为什么？这些问题你不解决，你非要把它搞到14000点，你不是害人吗？你泡沫吹得越大，到时候爆的时候是不是死的人更多？所以我也想到了前村长姓肖的，他说的非常好，他说的恐怕是实情。领导就希望在3000点，3000点安全，出不了大事，因为他知道这个资本市场是什么个货色，心里门儿清。这样的你不能给他搞到6000点、8000点，那到时候一旦出事，血流成河。你看这样3000点不是挺好的吗？它就跌，它也出不了大事，往上涨一涨，它可以吹一吹，信心恢复。所以我觉得刘继鹏教授他对资本市场非常呵护，但是他忽略了或者忽视了咱们的资本市场的底色，而且也忽视了这个底色导致这个底色的原因是什么，或者他不方便说。我们再看看这个胡一进老师，今天胡一进老师在对校园餐反腐专项行动做出一个评论，就是最近政府有关部门开展了校园餐反腐专项行动，说1年里面查处了3.8万起案件，说白了就是从小学生嘴里面扣钱。这胡一进老师说涉案的很多是中小学校长，还有管后勤的负责人，他们的良心都让狗吃了。专项行动之后，有的地方已经取消学校对食材招标的决定权，将权力上交到教育局，应当说把能堵的漏洞都堵死了。但是老胡认为，只要有贪心在，没漏洞也能挖出一个漏洞来，因此上收权力绝不是这项反腐败的终点。我觉得胡一进老师说的对，也就是你要解决中学校园这种对校园餐的贪腐，你光把这个校园餐招标权力收到教育局就能堵住吗？堵不住的。这胡一进老师判断，他说只要有贪心在，那你这个就堵不住。那堵不住，那大家就等着胡一进老师，那你认为怎么解决？一般咱们就会认为那权力的受制约，权力的受监督，你权力不受监督，那他就会寻租啊，大家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也就是制度。但是胡一进老师另辟蹊径，他不从这儿走，他说腐败分子能冲着小孩子们餐桌下手，而且下手的很多是中小学校长，甚至有县长、县委书记，这不是一般的道德沦丧。那些人能心安理得的从小孩子们嘴里往外抠钱，不怕遭雷劈，那些案件足以构成特殊的警示。而老胡觉得，他说我们社会需要加强最基本的人文教育。你看他话锋一转，本来以为他要对着那个墙去了，拿脑袋撞那个墙，结果他一下绕过去了。他话锋一转说我们要进行人文教育。为什么人文教育？说要提高所有人良知层面的敬畏感。那按照胡一进老师说法，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小学校长、县委书记从小孩子嘴里面抠钱贪这个校园餐，是因为没有良知，所以我们要提高良知。你说这叫什么话？你这么一说，好像搞得我们中国人比美国人良知要差一点，这不是长敌人之志气，灭咱们的威风吗？是吧？胡一进老师这个说法也应该仔细琢磨一下。你这么说，那咱们跟美帝竞争，那美帝良心比咱们高是吗？美帝可没听说那个什么校园餐扣，马斯克不是在美国百日维新，也没查出一个真凭实据的贪污。他据称查出了不少，但是没有一个有真凭实据的，也有他应该公布了，到现在没有。那胡一进老师把这个总结成说，那是胡一进老师就认为我们中国人良知是不行的，美国人良知要高，所以我们要提高良知，要进行教育。这个我是不同意的。胡一进老师举例子，他说比如当他们动心眼克扣小孩子们餐费时，会有从内心深处升起的羞耻和恐惧，贪来的钱也很烫手，不敢花，知道那是最恶劣的犯罪，早晚要遭报应。按照胡一进老师的说法，那美国人不贪，那是害怕遭报应呢。美国人想贪的时候，内心深处就会生出羞耻感和恐惧，是这么回事吗？胡一进老师这个矛头一转，他说提高我们社会成员的
整体良知水平，弘扬最基本的人文和道德坚守，这对减少和杜绝令人发指的克扣孩子们餐费这种腐败罪行至关重要。关键，胡一静老师最后又说了一句，他说最严厉的监督体制也监督不过来。你这叫什么话？那美西方好像没有这种从小孩子嘴里扣钱的，没有这么贪腐。那人家是怎么做到的？难道是他们再一次证明他们良知比我们强是吗？而不是他们监督权力有制约。所以胡一静老师，你看我感觉他退休以后调盘水平是直线下降，而且越来越有点高级黑的意思。退休金看着要扣。他说所有人都知道人在做天在看，这个天是无处不在的，敬畏他我认为比敬畏法律还重要。所以我只能想这胡一静老师他不至于水平这么低，所以我只能想这胡一静老师肯定是若有所指啊，也就是告诉一些不能说的人不能说的对象，告诉他们人在做天在看，而且他说这个天是无处不在的。也就是说假如胡一静老师是在批评的话，他到底在批评谁？所以我怀疑他是高级黑。但胡一静老师在呼吁提高良知的时候，这本身也是高级黑。胡一静提高良知，号召提高全社会的良知，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这就好比一个小偷的自我修养。当胡一静老师为额爹洗地的时候，当胡一静老师为额爹取得这个战果的时候而欢呼，他的良知在哪里啊？助纣为虐啊！额爹现在也在苏梅要建立缓冲区，这是地保老人自己说的。一说到缓冲区，那咱们就应该条件反射，就要想到人家在你这儿也搞过缓冲区，你也是缓冲区的受害者。但是胡一静老师良知在哪里呢？他批判地保老人吗？他会说地保老人做的不对吗？他还在支持地保老人。地保老人对他周边所有的国家都搞缓冲区。胡一静嘲笑乌克兰反抗，自己不敢反抗，他嘲笑乌克兰的反抗，这也难道叫良知吗？做人的底线，对吧？你帮不了乌克兰，那你也没有必要去嘲笑他呀。你更不应该为地保老人、为俄罗斯这种强盗行径、侵略行为摇旗呐喊。正因为是胡一静老师这样的人，黑白不分，正邪不分，是非不分，他居然还号召要加强最基本的人文教育，提高所有人良知。他知道良知是什么吗？良知难道就是暴力吗？良知难道就是谁拳头大谁有理吗？良知就是谁流氓谁应该得到好处吗？所以说胡一静老师应该是在精神分裂的前兆。当然了，随着胡适后面要下调，那胡一静老师这种叫撕裂感会越来越强。他的身体里面住着两个胡一静在互相博弈，叫真假美猴王，真假胡雕盘。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